日头拢落山，柜台头前查可拢是人。台南市政府伫1979年9月初10设立马上班联合服务柜台，是当时各县市政府当中唯一一个无分日间暝替民众服务的单位。30档以来第一摆登去故乡，72岁施老先生摕大包小包有后生陪登去故乡。上兴轮会当坐320人，是30档以来第一台以探亲的名义载人登去中国。足侪老兵当年坐军舰，对政府刷来台湾。1988年9月初9，总算是当坐船登去看亲人。30年前行过路，搁行一摆。电影《牛山票》和祝英台伫早期的台湾真情，因为台北市当时的人口嘛才100多万，但是票房超过70万张，会当讲是轰动武林。零破半的《牛山票》自这支影片开始，红甲掠袂掉，但是1991年决定退出艺界，做一个普通人。个别的公演，予伊一世人的表演事业有一个圆满的结束。